歡迎嚟到愛荷華80號貨車休息站，呢度係美國愛荷華州最大嘅貨車休息站餐廳，每日900個車位都停到滿滿當當，一班餓到打鼓嘅貨車司機都中意嚟呢度揾食。呢個巨型貨車休息站每年要供應35萬份餐。That's a lot of meat. It's pretty crazy right now. 喺全世界最大嘅貨車休息站廚房後面就係80號州際公路，呢條橫跨成個美國嘅公路，全長接近3000英里。同時亦都係全球最大貨車休息站主題餐廳嘅所在地，愛荷華80號廚房。全美各地嘅貨車司機都會專登趕過嚟，就係為咗試客呢度24小時唔收檔嘅家常美食。大家成日都會講起愛荷華80號，佢的確稱得上係一個傳奇。愛荷華80號係全球最大嘅貨車休息站，佔地130萬平方米，可以容納900架拖車同250架私家車。Welcome to the I-80 kitchen. 而餐廳正正就係佢最核心嘅所在。呢度就係愛荷華80號專屬嘅巨型美食工場，廚房面積有510平方米，入邊有成4部風焗爐、2部攪拌機、4部蒸櫃、6部炸爐、2塊鐵板同1個明火爐。呢間家族生意搞咗50幾年，當年佢哋祖父皮爾喺呢度開咗一間貨車休息站小餐館。半個世紀之後，呢間擁有300個座位嘅餐廳，每日要招待超過1000位客人。自從開業以嚟，累計接待嘅顧客已經高達1800萬，而愛荷華80號遠遠唔止係一個貨車休息站，喺呢度你會揾到其他地方揾唔到嘅嘢。除咗餐廳之外，呢度仲有理髮店、牙醫診所、戲院，接近1公里長嘅倒卡用品店，甚至連自己嘅小教堂都有。愛荷華80號貨車休息站之所以咁傳奇，仲因為有一班忠實嘅貨車司機，幾十年嚟一直都幫襯住呢度。I've been coming in here probably since the 60s or 70s. I came down to I-80 with my father, when I was younger. I used to come here back in the late 80s. 愛荷華80號嘅一日，朝早9點，出面900個車位好快就泊滿晒。大家都係俾愛荷華呢個傳奇休息站嘅招牌美食吸引而嚟。總經理李克已經喺呢間繁忙嘅州際公路餐廳做咗20幾年。李克負責早更，為第一批餓到暈嘅司機準備食物。早餐就好似電郵一樣，可以令你成日都精神奕奕。美國貨運界一直奉行嘅第一條規矩就係每日都要食飽飲足先至出發，而一班遠道而來嘅司機全部都係衝住愛荷華80號嘅招牌巨型早餐而嚟。餓漢早餐入邊有2隻大雞蛋、煙肉、薯餅、香腸肉餅，再加2塊超大班戟。呢份亦都係專為超級肚餓嘅貨車司機度身訂造嘅超大份早餐。製作早餐要用到大量雞蛋，每年接近70萬隻，多到足夠堆成2個棒球場咁大嘅小山。李克一次過要打24隻特大雞蛋，之後再加入牛奶，跟手再落麵粉一齊攪勻，咁就可以落去煎板度整啦。餓漢早餐都係即叫即整嘅餐點，訂單一到，李克就一定要喺5分鐘內整好。餓漢早餐係美國最受歡迎嘅朝早肉類能量補給，可以填滿大家空晒嘅能量油缸。愛荷華80號每年要供應36.2萬份餓漢早餐。朝早10點，早餐高峰時段正去到最旺。李克嘅團隊每分鐘都一定要出到1碟餐，先可以令一班貨車司機食飽飲足，火力全開。下一批餓到前胸貼後背嘅司機就快湧到，但係早餐食材嘅存貨已經消耗得好犀利。廚房每日要打爛超過1200隻雞蛋，而家就要靠愛荷華80號嘅萬能工傑克去揾緊急補給。講到補， It's definitely my neck on the line when it comes to supplies. If you run out, it's going to be my fault. 到咗朝早11點為止，一班餓到發慌嘅貨車司機已經掃清咗400份早餐，而家餐牌就要轉去午餐時段啦。對廚房補給經理兼萬能工傑克哈貝克嚟講，壓力而家都到咗。佢趕去18英里外嘅供應商嗰邊，要採購足夠頂到廚房用到聽日嘅雞蛋，之後再馬不停蹄運返廚房。佢哋之所以要咁多雞蛋，就係為咗整最受貨車司機歡迎嘅午餐肉餅。呢度嘅肉餅真係好食到不得了。愛荷華80號餐廳嘅高蛋白肉餅，半個世紀以嚟一直都深受貨車司機歡迎。鮮嫩多汁嘅牛肉依然保持住當年嗰種屋企風味。淨係肉餅呢一樣，愛荷華80號每年就要用到足夠整30萬個1/4磅漢堡嘅牛肉。你想食肉，我就俾你多啲。克里斯係當值經理，秉承住愛荷華80號餐廳嘅家族傳統，佢都會入廚房幫手整佢祖父嗰度聞名州際公路貨車界嘅招牌肉餅。
先落西芹，之後加入雞蛋，仲有切粒番茄同一大桶番茄醬汁，再加入2杯牛肉高湯、2杯沙沙醬、4個洋葱同4湯匙黑椒，然後開始攪拌。克里斯將牛肉混合物放入巨型攪拌機，再加入已經攪好嘅辣味醬汁一齊攪，中途再加4磅麵包糠。攪勻之後，就將生肉緊緊壓實，放入托盤，再用力拍打，到而家就可以入焗爐啦。呢度美味嘅牛肉盛宴要焗2個鐘。餐廳每年要供應7.3萬份肉餅。下晝6點，廚房卻突然陷入危機，炸爐嘅點火裝置熄咗火，冇辦法再為客人出餐，但訂單仲不斷湧入。萬能工傑克得10分鐘時間整翻好佢，否則幾百名貨車司機今晚就要捱肚餓啦。佢哋需要呢部巨型烤爐嚟製作餐廳最暢銷嘅晚餐。燒豬扒要做到最完美，4分3寸厚嘅豬扒要用炭火烤到吱吱作響，再配上熱辣辣嘅焗薯仔同新鮮農場蔬菜。愛荷華80號廚房每年要用到125噸豬肉，重量相當於3架滿載嘅貨櫃車。資深廚師鮑比梅菲爾德係處理肉類嘅老手，鮑比每年要處理100噸牛肉、150噸雞肉同125噸豬肉。切肉呢份工一定要特別小心，一個唔留神就真係會變成電鋸驚魂。為咗保持肉類新鮮，佢一定要喺1.7攝氏度嘅低溫環境入邊工作，凍到成身震。大部分人只可以頂到5至10分鐘，但鮑比就可以頂到大概半個鐘。原因係佢體格比較大，耐凍又捱得。要將愛荷華招牌豬扒烤到啱啱好，其實係一門精細手藝。外面要焦香，入面仲要夠晒多汁。我烤呢啲豬扒已經35年啦，一定要全神貫注，差15至20秒都唔得。愛荷華80號廚房每年要供應36.2萬塊呢種令人流晒口水嘅豬扒，要係一塊一塊疊起上嚟，疊埋有成2棟帝國大廈咁高嘅豬扒摩天樓。另外，愛荷華80號餐廳每年仲要為貨車司機提供200萬杯咖啡，等佢哋保持清醒。而晚餐時段先至啱啱開始，廚房即將迎來最忙碌嘅一刻。夜晚8點，夜幕低垂，貨車正以每分鐘3架嘅速度駛到。自助餐廳生意旺到爆，個個都想試下愛荷華80號嘅招牌甜品。呢款外形好似餃子咁嘅蘋果酥，配搭香甜嘅肉桂糖漿同農場新鮮忌廉。廚房團隊每年要用3萬個蘋果去整呢道全美經典甜品。1日1蘋果，醫生離遠我。呢啲蘋果多到足夠令到醫生失業成個世紀。萬能工傑克而家就喺度整呢道甜品。為咗做到最地道嘅風味，傑克會先將蘋果裹上幾磅糖同肉桂，然後放過1晚慢慢入味，之後再用大量麵粉防止餃子麵團黐住，跟住將麵團間開。佢會用咖啡罐將麵團壓成圓形，跟住開始放餡。先將麵皮放入碗入面，再將醃好嘅蘋果餡塞入去，之後上面再冚多一塊麵皮。佢會好仔細咁封好個口，確保所有蘋果都俾麵皮緊緊包住。最後再撒上香甜嘅肉桂粉，形成酥脆嘅焦糖外殼。到呢一步，呢啲美味嘅蘋果酥就可以入焗爐啦。用大約163攝氏度焗45分鐘，直到變成金黃色。跟住就輪到特製配料出場。佢哋招牌嘅蘋果糖漿，傑克將1加侖蘋果汁同粟米糖漿、牛油混合，放上火慢慢熬煮。之後再加入粟粉、半杯雲呢拿香油、半杯檸檬汁、1湯匙肉桂，仲要再加1杯蘋果汁。正正就係呢款糖漿，令呢道甜品多咗一重額外驚喜，所以先咁受客人歡迎。最後，傑克會喺蘋果酥上面淋上滿滿嘅糖漿。呢一啲香甜煙韌嘅美味麵團，50幾年嚟一直都令美國嘅貨車司機為之瘋狂。佢哋每年總共可以賣出超過1萬份蘋果酥，多到足夠裝滿一架巨型泥頭車。愛荷華80號嘅巨型廚房已經連續接近24個鐘頭供應招牌菜式，好似一部永不停低嘅引擎咁。當晚餐高峰期慢慢平靜落嚟，只剩低午夜零零星星嘅食客時，李克嘅團隊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對世界最大嘅貨車休息站嚟講，或者呢一日就快要完結，但喺呢度永遠都有巨大胃口等住被填滿。愛荷華80號嘅由來，州際公路嘅興起，對美國鄉郊所造成嘅影響，越嚟越多女貨車司機嘅出現，都推動住美國公路運輸業嘅發展。仲有一個極具代表性嘅美國貨車中途休息站，有人叫佢哋做公路之王，亦都有人叫佢哋做爸爸。任何曾經喺高速公路上面行過嘅人，對半掛車都唔會陌生，亦都會對佢哋帶住一份敬意。
每年美國嘅貨車司機要行足2000億英里，運送總值超過7200億美元嘅貨物，呢樣令貨車成為貨運行業入面最重要嘅運輸方式。冇咗佢哋，雜貨店嘅貨架就會變到空空如也。我哋習以為常嘅日日送達，同埋早就已經適應咗嘅生活方式，都會徹底改變。為咗等司機喺路上都可以過得舒服啲、自在啲，就出現咗愛荷華80號呢類地方，全球最大嘅貨車休息站。愛荷華80號最吸引嘅地方就係呢度總有一樣嘢啱你，而且選擇特別多。美國大約有360萬名貨車司機，而愛荷華80號就係橫跨美國內陸嘅貨車司機必不可少嘅中途落腳點。不過佢唔係一直都存在，亦都唔係一開始就已經變成必須。20世紀之前，美國大部分貨物都係靠鐵路運輸，貨物運到中央貨站之後，再裝上馬車送去商店同農場。不過，當汽油驅動嘅內燃機同大幅提升載重能力嘅實用設計結合埋一齊之後，現代貨車就應運而生。最初期嘅貨車最高時速得15英里，直到柴油引擎出現，一切先至迅速加快。佢嘅效率比早期型號高出40%。去到1912年，美國公路上面嘅貨車已經超過U0000㗎，但嗰陣時嘅貨車速度仍然好慢，由西雅圖去到紐約要足足花31日。冇幾耐，第一次世界大戰席捲全球，鐵路俾戰時物資塞到水泄不通，美國人急需要一種可以跨州運輸嘅替代方式。隨住動力轉向、充氣輪胎等技術開始應用，貨車就扛起咗呢個重任。美國嘅貨車運輸業亦都開始蓬勃發展，直到之後為咗拯救陷入困境嘅國家，羅斯福總統推出新政，一連串旨在振興經濟、令美國人重返工作崗位嘅改革措施相繼出台。喺呢段時期，美國貨車運輸協會成立。20年後，艾森豪威爾總統頒布咗1956年聯邦援助公路法案，計劃喺10年之內興建4.1萬英里嘅州際公路。到咗今日，保養完善嘅公路同橋梁已經縱橫成個美國，但實際上嗰啲被公路繞過咗嘅小鎮，脆弱嘅經濟就由嗰陣開始一蹶不振。當時仲喺興建中嘅其中一條州際公路就係80號州際公路，佢由紐約市一路延伸去到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但正正因為佢繞開咗一啲小鎮，令芝加哥同德梅恩呢兩座大城市之間幾乎冇乜地方可以俾人休息、入油同放鬆。一位名叫比爾穆恩嘅愛荷華州創業者喺當中睇到商機，於是就起咗愛荷華80號貨車休息站。不過一開始並唔成功，直到1976年80號州際公路全線正式貫通，呢條長達3000英里嘅公路終於將美國東西兩岸連接起上嚟。司機們開始一窩蜂湧向比爾嘅休息站。嗰陣時，公路上嘅貨車已經達到2000萬架，貨車運輸業蒸蒸日上。貨車休息站自然亦都跟住興旺起嚟。經過28次擴建同翻新，愛荷華80號而家已經變成全球最大嘅貨車休息站。If you want something to eat, we have 8 different restaurants. We have a fast food court, and then we also have a 24-hour sit-down restaurant called the Iowa 80 Kitchen. We have a barber, a dentist, a chiropractor. We have a chapel on Sundays. We have a movie theater. We have a TV room. We have 24 private showers. We also have the Super Truck showroom, which has over 50,000 different items of chrome, lights, anything a driver could possibly need or want. We have a gift store. We also have a truck scale for drivers that need to know what they weigh. We have a 7-bay service center for any repairs or oil changes that a driver might need. We have a Truckomat truck wash. It's kind of like a full-service car wash, only for semis. We have people that hand brush and scrub the trucks. And we have a Dogomat pet wash. 愛荷華80號貨車休息站所有餐廳加埋，每日大約會接待5000名顧客，當中大概有一半都係司機。計翻全年，大約可以接待100萬至150萬名司機。而呢度仲有一個最吸引人嘅地方，叫做愛荷華80號貨車博物館。博物館面積有1500平方米，係一座沉浸式展示貨車運輸歷史嘅文化地標。呢座博物館唔單止係貨車迷心目中嘅聖地，更加係普通遊客了解美國公路文化嘅一個窗口。博物館由貨車休息站創辦人比爾穆恩 Bill Moon 一手打造。由20世紀60年代開始，穆恩就已經喺全美各地四圍揾同修復古董貨車同相關文物，足跡遍及私人收藏家、廢車場同拍賣會。佢嘅目標就係透過呢批藏品還原美國貨車運輸業嘅發展脈絡，同埋佢係點樣塑造出現代生活方式。2008年，
呢座承載住穆恩畢生心血嘅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成為貨車歷史愛好者嘅朝聖地。博物館收藏超過120架古董貨車，時間跨度由20世紀初一直去到而家。喺呢度，一個好受歡迎嘅消遣方式就係幫自己嘅貨車選購最新配件同裝備。因為喺美國貨車文化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體現，就係幾乎所有貨車司機都中意 DIY 改裝自己嘅愛車。貨車博物館入邊擺滿咗琳琅滿目嘅展品，亦都俾咗佢哋好多改裝貨車嘅靈感。美國有6%嘅貨車司機係女性，呢個比例睇落唔算高，但係自2010年以嚟，女司機數量已經增加咗68%。為咗保障道路安全，司機們一定要遵守好多嚴格規定。佢哋要記錄行車日誌，連續駕駛唔可以超過11個鐘，每8個鐘一定要休息30分鐘。而每14個鐘就一定要徹底休息10個鐘。有咗呢啲強制休息時間，愛荷華80號貨車休息站呢類地方就變成真正嘅必需品。好啦，今日條片就到呢度結束，多謝你收睇同埋點讚。